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來咧》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大家好，我係 Rita 林玉婷。哇，呢一段時間媽媽開始變輕鬆咧，真健康，因為成日上學啊、讀書咧啊。係，我每次到心情又較輕鬆啲嘅，我開始又出去聊聊。可能當上當輕鬆。因為我嘅膚色有冇全部就曬糊誒。你係很豐富，差不多你可能，其實我未係呢。不過你係出門聊嚇，肯定係非常注意，因為安全肯定當場一定要帶在咁樣。香港要社交嘅距離，特別為大家準備呢一種嗬，係幫大家了解講，你放棄出門聊聊去旅遊嘅時節，注意乜嘅呢？當然係保持社交嘅距離啦。香港錯嘅時節唔好白白錯嗬，係要每發錯，教一會。我兩曬係講水強健，一曬一種名稱。小朋友時節最好是趕緊嚟逃竄，好，香港要用公筷木器，香港最好去戶外啦，唔好關細細，唔好喺室內。就個來記得在 M 量體溫，就近小兔，用茶壺來洗手，你係一定愛嘅喲。希望大家平安健康。冇唔錯，古時候按樣嘅後疫情時代，可能大家出去了係天錯會嘅嘛，因為愛表現自家嘅心情。難免愛咯，家人朋友聯絡下感情啦。冇唔錯，古時候客家電視台也係有新嘅節目，愛同大家來見面，韓國就係愛帶大家來出去了，同大家來分享當道私房景點咯。先來看一段精彩嘅影片。好。今年我留大家收嘅一個新嘅節目，呢個節目係起點好多擺，以推山線韓國推球先鋒提來提去，以前好食係要好料嘅。節目嘅主持人係個後生嘅。講到氣氛咧，上個唔係一言道，唔過輕有語言，因為以前嘅關係，主持人控制不下，冇捱手機，唔好冇捱起馬啥，捱唔老唔講。哇！今日看睇你倆預告以後，係咪聽你倆主持人分你出門聊聊咧呢？因為講你倆海克斯東海係冇也講 hiker to 大家出嚟行路出去看風景、撈散步呢？你哋係是實際嚟分享主持人上線來連線，來分享氣氛點咯。好，當上我認識佢吼 ，Hi 范玲 ，Hello，Hi Rita，Hello 阿權妹，我係海克斯嘅主持人，都許范玲，大家好。大家看到片嘅出嚟，忍不住對不對？當初聽你幾個我都話，聽你我都話，安用緊出去行啊。係，唔過而家係有看到嘅預告片啊，有講佢當後生。係，唔過真實安用同佢視訊過後啊。你想講乜？我係冇禮貌啦，我知道許范玲嘅年紀可能比我還較大。我未遲到別，我2歲啦。佢講佢當後生嘅，都上個問號唔掂嘛，上來係佢後生，許范玲再同大家分享下上來佢大細冇。我係今年拄好26歲天嘅小豬嘅。你真緊當後生，不過佢家下講到一隻重點係，我遲到咧係裝備係咪用機係用機係乜嘅生小嚟講？小豬誒，我呢一當小堂堂應該小乜嘅咧？係咩係？古時候其實范玲當後生，唔過節目地度啊，其實都有見過，有一隻抬頭按到用形強嘅總幹事，韓國係清後生嘅哦。然後我以前聽見講咧係，譬如講最後生嘅太學。先生，太學教授。不過我今日談到係最後生嘅乜嘅叫嘅總幹事。一般你嚟講嗬，總幹事都係咧，聯絡地方啊、財地啊、阿叔公啊，有沒有同大家來聯絡感情？韓國處理當嘅事情，尤其啦長輩阿公阿婆，嘅事情愛超好些，嘅要智慧嘅透露嗬。所以請問范玲，你有冇變做係咧最後生嘅總幹事，公鳥總幹事咯？阮誒本上手採體因啲觀音性比較偏人啦，我太好轉來嘅時節，該拄好就對了客家有興趣吼，對採體文化有興趣，唔單止係客家啦，就因啲總頭嘅太細細嘅事情，不過然後該強沒有該偏去合作，
保梅就变做几条总干事，然后几条天数一系列的东西啦。真嘅，古时候我吃到啲节目底度啊，看到粉林同嘅老人家互动嘅情形，就会知道懂资源，系冇？对，懂真诚嘅感觉。古时候也拜同大家来见面嘅呀节目，按到海克斯到礼拜日暗晡頭9點同大家來見面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也係用慢嘅一個節目咯。海克斯迄個旺旺了了啊，去推山線，行推九線，用今年奧多拜，都各地去熟識新嘅朋友，還有拜訪舊嘅朋友。就老大家小節目向嘅推山線，然後推九線嘅景點。大家菜天因為都唔識，佢都按用較種類真嘅菜天現章地嘅私房景點。講到四方嘅景點哦，大家是咪笑講哇，咁很好喎？因為係講下，是咪那裡嘛睇地圖啊，又影寫報圖，不過真嘅落到，應講狀頭有到當秘密嘅素材，冇你去過嘅素材，你係你下東西，應該講就係東西啊，你想去嗬？因為唐粉你哋喺廣播嘅時節。我是感覺到，粉林有一個安尼後生人嘅熱情。古時候你要變做公廟嘅總幹事，可能阿公阿婆知道講，葉總阿孫啊很好呐，很熱心啦，很認真啊。咁樣因為安尼，就像個海克斯地圖嚟看，哇，當初填水了是懂隨性，去到那就講好。來客棧吼，嘛去到了時候，你買就我來吼，你哋下去下山咧吼，你又讀到海啊，又看到啱做得咧，所以嘅懂又懂神氣，又懂隨意，又懂認真投入安尼。冇唔錯。哎呀，我知道我見主持當好教嘅，當貼片經驗就係去嘅素材真然有得係第一擺去嘅，第一擺去熟悉改片嘅人，看到改片嘅風景都冇共用。我知道最大嘅特色，最大我最喜歡的部分，就係老菜天嘅人互動，因為我要知道懂親切，然後你種下像阿叔講、阿爸講、阿叔婆、阿姨、阿爸嗰種共用嘅。而且我知道佢懂得撩妹呢，撩阿姨、撩阿婆咩懂咩？就懂得老你講菜天嘅人吼來相處，因為你講哇，呢個節目吼有佢老散發，香港懂接地氣。我看粉林吼就係有一種冇算鄰家大哥哥，不過是係嗰種後生人，香港老裝備都做得相處都當好。我看了海克斯嘅時節，就講哇，你現來了全都當好了。通講你自家本身，你自家真經有行路未好，去奧多拜未好，愛去環島，還唔大錢呢？咁樣用去？有啊，我是環島過2擺，2擺冇算，2擺節目冇算，就2擺，1擺去奧多拜，1擺行路，就行路坐偏茶，坐大家的便車。機會都來，我就停機都來。你用乜咁咯？你用乜咁安尼做？我每次我2擺節目，我會有一種好像以前做過這種事情的感覺。像特別有按用做過的事情的感覺。怎麼會這樣子哦？如果太好，該用時太有限啦，太有限都不會行掉。係啊，嗰時候就有機會愛用做。奇怪啊，太好時間因為冇按呢哦，嗬。嗰時候太好時間，你應該搞到懂歡喜哦。係啊，還不錯。而且聽講佢按用行路然後坐聽茶，按用去旅行去環島嘅過程當中啊，還是所以都嘅偏離送點頭錢，因為冇帶錢嘛。對，跟很有蠻嘅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都屏東改片認真認下少都安埔條啊，安埔條你要繼續行嘛，因為改片都東港、東條、總內。失爆後以後，該本人槍爆以後，你就繼續行下去。但係過下過去，該就會證明係種下素材，天賦都冇嘅嗰種。大家全部水冇差喺咗你做嘢，係冇？遠看到一個 7-11，就係一張公民權，就我片啲水冇。前當然聽說講出咗安尼，唔過好夾個性格就同佢也擺啲節目當中呈現嘅樣嘅腔樣吼，我去到同神奇嘅素材，韓國教大家冇教過嘅東西，先來看一段精彩嘅影片，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分享佢錄節目嘅故事哦。OK， 起咯。慢慢的。1、2、3。好。
不用抢手，不用抢手。对，连续的，哎，再增大一点，跳起来，这样子。对，训练一下你的平衡。哎，可以哈，哎，可以，还 OK 吧？啊，来停一个，慢工唔會食嘢啊！那个 GoPro 掉下去了。对。好冷哦。真的，感受这个很糗哎，他都会笑点，笑料百出。哎，不过加看吼，又都有心照，你的 GoPro。你还可以主持 V 啊，很做的吼。你哪些精彩片段，你那爱出糗的片段。对啊，就是要这样子啊。哎，你想要看的动真实，嘿，唔错，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当时掉 GoPro 啊，唔过你又喊我继续主持，你个心情会嘛改？哦，其实我掉 GoPro，第一个刹那，唔系想到咧该 GoPro 几多钱，你想到要主持人吗？制作人啊。制作人啊，讲错，制作人，我不应该制作人吗？哦，所以都敬重。有的要进种啊，我想说还是不要上去好了，不要上水好了。是讲放弃啊？好像有一点呛到，对不对？你头摆冇教过按用嘅 SUP， 有教过冇？T 摆教。哎，所以做节目是按用银行做咧接触新的东西哦，所以丰富你的经验。那当起台海克斯为图大家技术行到哪危险呢？你要请大家聊一下技术转来，请来分享来分享佢内底的心得，内底好搞的本大家呢？好，分享大家要轉到呼起來咧，我係總演權阿權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ita 玉婷，今日係阿權妹，我看到一海克斯訓練吼，按熱血，對，哦，按呢個腰部嘅強年，吼，年輕做事，還個年輕改高哦，我手機動神奇耶，嘿，韓國其實體驗嘅反應全部就動整身，有知道嗎？有，所以再次來分享芬玲 ，Hello， 嗨，芬玲 ，Hello。嘿，講到要錄節目，其實看唔按用出外景嘅，沒想到我頭擺出外景嘅時間，又當到新嘅體驗，無共用嘅體驗，T100嘅體驗，就算強沒有去做，按你就做嘅。古時候芬玲都要擺嘅節目地度啊，沒有按用強沒有去做嘅按用嘅體驗冇，聽講就係飛行傘運動強過係冇。我一些些的，还一些些，脚底会麻麻的这样子。也唔但唱一些些的吼。其實我知道因洋葱，真係有見洋葱咯，看一段精彩嘅片段，就啲嘅。任務導向什麼風？南風。收到。我们要直直往前跑，就飞起来喽！来，好1、2、3，往前跑 ，Go！ Go！ Go！ 用力往前跑，用力来站起来往下跑。好，好，来大拇指握住刚才用力的眼，对，两只手握住那个护板。OK， 然后往前推。来哦，娘！哇！来，先坐进去，往前推，屁股往后挤。OK， 哎呀，哇！哎呀，太快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共出发呢，有赏识快冲开云霄飞车的往下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哇，很高哦，好高哦。感知先。耶！
哇，有看到伊这个全身就按用僵着这个啲嘅片哦，在空中嘅脚唔掉，會變到那片嘅感覺。佢講唔出嚟，韓國佢講叫惡鳥咧。當電影票，唔講佢都勇敢嘅，唐東秀係介紹翻件嗬，唔講我家冇唐伊介紹翻件嘅，伊唔係接鐵嚟啊，伊會不會踢蟲嘅先看佢見中嘅用嘅，我只想看他出球。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嗰陣時嘅心情嘅嘛解。哦，其實上戲嘅感覺有啲係唱雲霄飛車，會一層下落一層下落嗰種。嗰種電影嘅。係咪從飛揚機嘅時節，上次是係戲背又係講過時，會按試一下一樣嘅。好。唔講話啊？我係試一下，我最近安尼。下落嘅時節有啲係唱粉茶，有像暈車的感覺。哦。對，因為根本有氣流，它會一直這樣左右上下，對，很特別的點啊。製作人又叫我要一直講那個節目的東西，那個就是整個環境長怎麼樣，根本冇辦法啊，根本冇辦法講唔出嘴。唔過吼，其實我有問下製作人，嗰陣時佢哋分林東京中，其實啲節目佢愛開始比嘅時節啦，佢還有同對陣鏡頭同佢爸爸媽媽喊話一下啲嘛。紅玲，你嗰陣時真嘅會緊張嘿？有一些的，因為教練沒有講有一定的危險性。所以是蠻緊張的。不過製作人有同打分數，佢也睇好有規定講，因上戲等下雖然會動鏡，不過佢還係愛同嘅地景啊，韓國嘅台九線啊，愛收嘅本睇㗎，佢老人打分數打90分。哇，咁咁高分哦！對，表示到你。唔係啊，佢時代下人講冇嘛該好。沒有，他嚴師出高徒。哦，所以你倆係背100，是成功咧，冇錯填200填300。100天年可能經費有限。其實你咩當好教啊？記錄最真實嘅嘢，因為迄個錯填100填300是係冇強用嘅感受，填100係最好嘅啦。對，而且你知道，看佢按用體驗台灣當私房啊，又係講大家冇望實去嗰個按用嘅景點，按用嘅體驗。你知道我咩當初去體驗看看呐？有機會，所以上天人海可思哦。我都好奇哦，像菲林有按用人嘅主持嘅經驗，係從哪位開始？我本意講，伊本來係總監師嘛，因為真正去做了按用從係韓國節目嘅主持人。我咩唔知呢？因為有按用嘅機會，我啲冇下水毛水到一半，叫到天花，我就講好啊。睇啲嘅按用人。你咩仲沒有跟阿公阿婆同小姐嘅？你主持嘅時間，也是很，你個經驗嘅當正規啦，唔咩特啥都有按用上鏡頭嘅機會嘛，嘅經驗。故所就真正按用嘅經驗。哦，所以你自家係從細時講學到見係冇？冇呢，我其實到大學，他們高中大學該用視章設計，然後學法念轉來。哦，聽念轉來嘅呢？有乜講？我自家對呢文化有興趣啦。故所我其實大學冇畢業，我大學嘅用時係考嘅轉學考中央大學嘅學家呢。但係我冇考到，但係睇睇客家嘅知識，還有講語言，睇睇係上該用時可以是曾經到我自家身體裡邊。哦，所以你自家對客家係非常有興趣，是自家對文化有興趣。哦，韓國我知道芬林嘅講法嘅嗰種。呢套應該按你講，就我講嘅客話就有一點文雅，因為我從細到大係學演講出來嘅。唔過我知道芬林講嘅客家話就懂菜體嘅嗰種感覺，就是你剛剛講的接地氣。因為做總監師係咯，我阿公阿婆阿叔阿伯全部做得溝通，所以我相信呢啲過程當中應該學習遇到哦。係啊，當好教啊，就係講應該講我嘅客話係。真經老朋友啊、老家人啊、老師太人講法講出來嘅啦，但唔係演講出來嘅。故所我講法可能有啲會吊兒郎當嘅嗰種感覺，因為我就真經就愛用老我嘅朋友講法。剛剛都
好奇吼，因为你讲你平常时的时候，除了做节目，你自家平常时做总干事的时阵，你也老当到长辈，佮长辈记得呢，当有智慧，还有当到的想法老意见，因为后生你咪想讲，念吼，很面鲜哦，念嘛嘅啊，当到的建议，也係講你自己用辦去面對佢哋。唔會啦，我出道就愛溝通啊。你後生人轉來幕下做菜體嘅事情，本來就會有一個任務，就會留世代人溝通，然後佢哋嘅想法變做你嘅養分，你嘅想法做得去轉變佢嘅想法，變做佢會較樂活嘛。你就會你後生人嘅價值所在啊。動站誒，對啊，肥玲最近係年輕有為嘅後生條冇，就好啦，好。係，古時候嘅知道佢主持節目，聽說數到懂得分享哦。我有去看人嘅啲樣片，啲 YouTube 嘅點閱率，有一類樣片啊，佢上架1個禮拜聽，你哋嘅點閱率多少冇？比我嘅節目全部就還卡多，比我的節目累積都還要多。很厲害，700人誒，這樣1禮拜聽，希望你太下擺的哦。你也講法就有接地氣啊！嗰個其實製作團隊厲害啦，唔係我厲害，嗰個剪接師厲害。香港也不卡人吼，全部按呢鄉里嘅人全部都支持嘅。係啊，嗰節目播出以後，嗰特煞規幕下人空氣嗰房間裡面都看電視，10幾個人一起看這樣子。嘿，全部就知道公用有冇？去講認識嘅按樣後生條誒，有主持一類當好看嘅節目。所以我相信平常時嘅養分吼，用喺呢個節目當中，本大家想講，像節目嘅 slogan 吼，呢一個後生人吼，對文化動態人，雖然未上到動人道，動地影響，我相信可能睇人寫咗之後講，哦，紅林哥哥，哎呦，我真喜歡你下你啊哈。真嘅，那太害羞誒，哎呀，會拍誰啊？老到人嘅4點底杯冇拍攝啊，兩隻詞誒。嗰時候吼，也吼，親密一啲啲嘅時間，想要請你吼，同大家來推薦一下海克斯也節目。好，做得大家假使有限，吼，每禮拜日按晡頭9點到9點半，做得大可樂客家天師團，就有愛。希望令到海克斯嘅節目裡面，留大家分享，你推山線、留推九線，按用環島下來去奧多拜，去嘅私房景點，有嘛個好搞嘅、好料嘅、好食嘅，哦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哇，都會獻春哦！我看到我就會變佢嘅粉絲誒，唔，當場自家好朋友哋喺講話，後生嘅感覺哈。所以當期台之後呢，菲林呢喺啲海克斯節目當中吼，突然你去到當到四方景點，你冇去過冇看過。台灣嘅客家莊，冇共用嘅台3線，韓國冇共用嘅台9線，古時候大家會記得咯。禮拜日按晡頭9點到9點半，係連播兩次無？哦，連曬兩次無？冇錯，古時候非常嘅精彩。啊，今日吼節目連線菲林就到呢位哦，神夢菲林，神夢你，神夢大家，神夢瑞塔，神夢阿坤妹，謝謝。好，下一堂吼，我連線呢係啊節目嘅製作人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過進到節目當中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編阿權妹，我係 Rita 林玉婷。頭先呢，談到菲林安分享許多了節目當神奇哦，尤其呢結合底下大家喜歡看呢，想去了解韓國當上嘅解放嘅心情，咪特別想去了解到底呢節目係用乜嘢談成嘅呢？所以你哋特別邀請到製作人哦。我們從 NSS 就來連線海克斯嘅製作人文嘉琪。好，一下就來談嘉琪志同大家來分享哦。Hello， 嘉琪姐。嗨。哇，同大家小記一下你自家。好，我係海克斯亞集節目嘅製作人，咪係強榮友來
去做企划的工作人员，也把情分去做得到大家分享，有也机会，介绍安尼的节目俾大家来欣赏，希望。安尼我个老朋友诶，我个好前辈兼老朋友，所以咧，家谈咧剧综艺，好不同，爱剧组节目，爱客户节目，韩国咧是意思讲，大摆出外嘅，应该差不多都有听人出去闹了，系吗？有啊，大摆咪爱听电视。不过不管系要做事也冇做事，拢会去看一下。你这种人就会清辛苦嘅，给啥？对，你讲会监督啊，用你呐，真系去闹了啦哈。古时候也在节目一开始嘅发想吼，很多海克斯，其实也海克斯也在名诶，看按用字面上看起来，其实会不你知道，哎呀，黑马个意思。东海安尼，很嗨这样子吗？佳琪姐，哈，同太不一样。你想讲用海克斯大家底诶。骇客的精神就是敢挑战、敢冒险。你想会用亚集节目同大家去台湾某种的合作，去看一下，有冇介做得挑战、做得去冒险、做得去搞去料。你深度风铃咪系希望记录安用的进行，肯定亚集节目出去闹了。韩国还吃到亚节目底度去搞去料嘅素材，有的景点就谁都就是。一般来讲，干嘛在旅游书上啊，没有如何嘅仔细啊。可能冇记录，不过曾经去到，回去我讲，那彩题系很贴合的，曾经就等认识彩题嘅。嘿，用版深度也得景点的啊，好难哦。其实安尼系透过安尼的乡亲朋友，去到达到位所就系问，去到讲，你到写时间去哪度位聊，去哪度位搞。安尼某上的去讲解，大家深的到大家弄底的位所啦，就一步一步按用去问出来的。哇，古说呀，几只去挖嘅歌场来知道係动辛苦嘅，因为我对自家去问，有上司可能查到嘅资料同自家真紧。落去嘅片、去到嘅片、看到嘅、聽到嘅、識到嘅，會完全冇共用。所以咧，一時係15分鐘嘅節目嘛，有15分鐘前期是花幾久嘅時間來做，算係天日嘅調查。其實呢天日嘅調查係講，就可以實際上用辦做到去看景。差不多一張禮拜嘅時間，因為上次是看到唔係你想象嘅安樣，有會解，有會去簽過某種樣嘅題目來，某種樣嘅點來做，其實過程係較辛苦嘅意思啦。哇，你看大家可能15分鐘，主持人啱鬧了，嘻嘻哈哈，哇，同大家食東西搞鬧了下，15分鐘講題，冇想到佢花幾禮拜時間，慢慢呢去看去問，韓國寫出本大家就會寫音，一當進化嘅15分鐘。真嘅，也就係輕流行嘅呀，時下製作影片的一種風聲吼，很多 vlog，也咩喺佳琪姐公司做一檔節目，你想用短影片的方式來呈現。係冇唔錯，你想講因為講到大家要比你會講嘅嘢還要多，用班嚟就按短嘅時間地步度，撈下精彩下好笑下好搞嘅位所，幫大家來了解，係安尼做節目嘅目的啦。係你想講以前也在位所最好嘅故事最好聊嘅位所，幫大家知。大家自家去聊就對了，唔是你都講用班好搞，用班好笑，唔是咧最多咧。唔過其實從我自家做節目嘅心情就係，我按用張短嘅幾分鐘聽聽，唔過我出去拍，我看到乜嘅就想去拍啊，跟我轉到不看我剪嘅時候，我就會知道，怎麼辦？我要捨去很多我喜歡嘅東西。佳琪姐有遇到共用嘅困難嗎？有啊，你大擺出去。學種類嘅東西多，多到唔啲要用班剪長好，睇要唔排嘅，溜定要填充總得，跟住自家先慢慢控制落，係咪都機會上撈大家分享咁樣？對，實在做一隻節目冇簡單哈，尤其咧各方面像製作劇吧，嗰個主持人咪當場嘅面向，因為佢係展現喺大家面前嘛，家下頭先你老粉領在練習時間。佢仲要非常適合呢個節目，應該講呢個節目全為佢量身打造嘅強樣，是係佢本身佢嘅經驗嚇，佢對文化、佢對才體，韓國
去讲话啦吼，呈现出佢嘅性格，本大家想讲，当上落去做朋友，所以咧海克斯因为咧落芬林眼穷下是在求哇，你节目1+1真的大于2对，有没有请到佢来主持啊？其實呢請主持人家下問過當到後生人，有啲後生人佢咪要當到語言來主持，不過可能性格係冇分人按活潑、按敢講、按樂線係嘛？係按樂線。對，有時候你都可以使到分人打嘴鼓家下，咪遲到佢講會當生氣，一係佢。動態一隻特點啦，你想講，做得類似，佢咪要嘅，佢咪要按樣嘅形式啦，就像好啊，本去試看嘅那樣啦。不過喺家己吼，伊咧按樣素人，人講素人，然後要變做主持人，其實要訓練也對這種人來講，也係真大嘅挑戰哦。就講佢作山開始來講，我就提啲擺看到佢家下拿到佢去來木頭來繡簽嘅，做細種，做綠色嘅細種來做皮鞋。佢當從事佢講係上天時咧，佢做嘅蛇尾羅啦皮鞋做嚟來佢真係係後生嘅，唔過叫羅臉款咧，真係。佢講佢將佢同佢行擺出去去做細種，將佢認出來啦。好好笑哦！故說也係佢對外表開始就愛來同佢分享講，上來用辦來做伊個主持人，嘅主持嘅功夫呢，用辦來搞見咯。你提起擺出去，佢係下唔啲而用辦老鄉親打嘴鼓，因為會講嘛，唔熟悉嘅人會講，唔啲用辦開始老人係。集群比較親近，對啊，老佢講，你就老佢當作是你認識的朋友，這樣子你要拉近距離是最快的，最能親近大家的，所以不用怕說你不認識，你就去跟他保持一個距離。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讓主持人跟受訪者拉近這個距離。沒錯，故說吼，我知道芬林咩更做更好，因為看節目獲得很多娛樂，人都看到同歡喜。韓國吼，唐講同芬林出愛見啊，他是你們團隊裡面說的雨神，是不是？同佢出去聽說會讀到落水。挑戰的節目特擺係錄上就愛見就係落水啊，也見你開始出愛見就老佢講像你講咧，你夾去木都空地，冇變天空空地，你唔會落水咧，又好真偏又好。因為他的夾個名誒，當成期，粉胎、許、紅、林、喜就係喜年啊，然後紅就是動態啊，然後林就是天降甘霖的霖啊，鼓手就是許願很大的甘霖。對，一下講出來就唔會咧，就唔會落水咧。你下雨過天槍咧，嚇，即係紅熱啲咧。尤其呢段時間嘅時候，疫情嘅關係，嗬，對呢一部片咧，係咩沒有前提影響，又係講要乜嘅挑戰。你疫情嘅關係，當到為去翕嘅做嘅節目題目，因為疫情冇法出去，有所講要。從佛嚴重壓掉東西就碰唔到，就當打手啦。對，度後這種是新年嘅時節，5、6月嘅時節，嘅疫情當嚴重嘅時節。啊，像按用佛嚴重就度後翕唔到。啊，唔係，嗰時6點忙年，因為今年到下半年咧，忙年又一隻新嘅開始啊，嗬。嗰時候，今日其實分享嗬，你是第講，做一隻節目其實要當到嘅規劃啦，每一隻環節全部都重要。咁係講要請幾種人，好好嚟同大家介紹呢隻節目，呢隻海克斯點嘅心感度係用扮演嘅節目。一隻節目對我嚟講，我想去撈大家分享係，看一隻節目會當輕鬆，會當快樂，做得平順心情，因為一下人嘅壓力強大嚟啦。唔是我遲到講，我一隻節目唔是講本大家按到。不用這麼多的資訊，不用這麼大的壓力，你就是放輕鬆來看，這樣子笑笑的15分鐘也是過了一天，這樣，那我們第2天的心情會更快樂。
哇，真嘅应该是到也哈，唔管係因為疫情的關係，也係工作壓力，佢按用短短嘅影片，真嘅有一種放鬆嘅感覺。有，韓國我看伊 CV 後，我是咪10個點落去 continue 先 ，continue 是唔是？因為你讀動作嘅咧，其實唔講冇動作之前，唔講其實你讀動作動肉嘅東西，還有到聽到情感面，所以我就尤其看到蔡天英普通嘅時間，我心感都係伊溫暖嘅，所以我就海克斯唔單場係圖大家。去韓國其實當有倆國體嘅人文特色啦溫暖喺當中哦。我想最尾呢，就個邀請咧劇中人家去這同大家紹介講，海克斯係乜個時間、乜個時段來播出呢？因為節目係逐個禮拜日晏晡頭9點到9點半會播出，係歡迎大家來收看。好，不錯，大家好，聽說我來準時收看海克斯哦。今日因為非常神夢呀，海克斯嘅製作人佳琪姐來同大家來分享神夢哦。神夢係海克斯嘅製作人佳琪姐，咩神夢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停停欣賞，聽下來，好好運動哦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點讚，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